另外，咱要继续来关心的是，即马歇热期间呢，就是旅游的大季，也因为后手呢，这高雄有真侪所在要来办演唱会，为着避免有业者乌白起关价，这观光局伫6月的时阵是来稽查87间，发现这当中有3间的饭店业者是无照规定来保留房间，也是讲有违规甲人加收房间钱，除了是依法甲裁罚以外，也甲名单公布伫网站。 高雄火车头内底人来来去去，这2天开始休热，民众也刷刷地安排假期，行李拖咧，准备要时间去算。我们玩2天1夜，2天1夜啊，有在高雄过夜吗？有。啊，有发现饭店有涨价吗？有，多少都会涨。你捌拄到起上济是偌济啊？目前起上济，捌有打无？打过，偌济到偌济啊？就是本来是2500左右，就会涨到差不多5000。 民众认为休热出门一定会加开钱，不过若是起价伤贵无合理，安尼就真唔通。这种饭店的房间起价都是上接快。观光局表示，高雄有登记的大细间饭店大约有500多间。休热期间是旅游业的大季，所以来阁有几多场演唱会要办，为着要避免饭店业者乌白化价，6月份因也联合消保官加强稽查87间业者，其中有1间为着起价，家己取消旅客订房，罚款2万块。另外有2间的房间钱分别超过报备的房价300块甲1000块，除了罚1万甲5万以外，这3间饭店的名单也公告伫网站顶端。违规个案将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开罚1到5万元不等的罚金，并且公布名单。如果经过限期改正仍然未改善者，将按照消费者保护法处3万到30万元不等的罚款。业者伫申报旅馆设立的时，拢爱甲各种房型的介绍报起嚟，若有变动一定爱先向主管机关报备。观光局强调，网站顶端拢会公告无合法甲违规的业者名单，民众若是拄到乌白起价，也是防取消订房的代志，除了消保处以外，嘛会当随向观光局来反映。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